傳承中醫精髓，守護健康20年。中藥穴位敷貼，以《黃帝內經》天人相應為理論基礎，融合中藥材同埋經絡學說，通過我哋頭皮吸收同埋穴位刺激傷口調節，接待我哋病灶，有疏通經絡、驅除我哋邪氣嘅功效，可以提高我哋身體嘅抗病能力，對多種慢性疾病、關節痹症同埋虛寒嘅體質都有調整嘅作用。醫師診斷病人身體狀態之後，辨證檢穴，會將中藥藥貼敷貼喺我哋特定嘅穴位上面嚟刺激穴位。因應每人體質唔同，醫師會建議敷貼時間，病人需要按醫囑取下藥貼。馮九國醫館20年匠心傳承，為你同家人嘅健康保駕護航。